民进党的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请辞驻美国的代表，正式来投入着选战。总统府昨嘛来发布着总统令，已经准予辞职，而且伫咧30号生效免职。萧美琴目前阁伫咧美国做最后的交接，讲伊咧甲驻美国代表处的同仁道别致辞的时阵，是讲甲脑梗啊甜。萧美琴讲。 代表处有真侪阿信，大家拢是无怨无切，全力投入。这3年半以来，伊嘛真感谢美国的朋友疼惜，而且支持台湾。驻美代表处有很多的阿信，就是大家任劳任怨，好，那全力的投入，开始加油！话才讲一半，就后甜目口红。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向驻美代表处的同仁休息。我们也非常谢谢美方的所有的朋友，每一个单位你们都有对口，也是这一段期间，这个加倍的疼惜台湾，也支持台湾。在咧确定担任赖清德的副手了后，萧美琴第20号就将驻美代表的职位辞掉。总统府也伫昨发布总统令，已经允准辞职，而且伫明仔生效。萧美琴28号登去到华府完成离职和交接的手续了后，今仔日将会坐飞轮机为纽约登会到台湾，带伊鸟娃做伙投入选战。这个就是我的老大 Princess 公主猫，脾气最坏的，也不爱跟人相处的公主。真爱鸟娃的萧美琴也伫全新的节目当中分享伊饲鸟娃的经验，佮讲着家己这鸟的由来。我当初要驻美，然后有记者就问我说：“那在国际上面对战狼要怎么来应对？”我就说：“那我就是战猫那。” 我觉得猫比狼还要受到喜爱。那透过社群争取流量，萧美琴也开始空战走选行程。这几年我在美国为台湾努力，王杰在高雄照顾高雄。虽然本人也未登会到台湾，萧美琴已经开始到3港家境游选前，选战剩无几天，这鸟已经就定位。Hello， 我是冯薇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